来关心苏丹红辣椒粉的风波，食药署今仔日公布，佮查到4件，包括保险公司有3批，台南格瑞特洋菜公司嘛有1批。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，会伫咧这个月底就甲苏丹红清查好了。食药署嘛有检讨边境的抽验机制，只要无合格，迄国的产品就逐批隆重爱检验。 苏丹红是按风暴伫全台湾滚价，即马高拖到校园营养午餐，爱暂时卖用番茄粉、胡椒粉加咖喱粉这类香料，目前只好改用胡椒粒这类原型食物当做替代品。我们会尽量用一些比较圆形的辛香料，比如说胡椒粒啦，像这个所谓的香茅啦，或者等等，它的圆形的香料来做整个调配。那成本上当然会比较高，那在制成上会比较麻烦。团产业者透露，就惊苏丹红事件佫继续拓开，未来出现佫较侪禁用的香料。食药署今日佫公布，国内苏丹红抽验结果，佫增加4批无合格，分别是来自保险公司的3批。 有效期限分别是115年的10月初4甲10月初9，甲116年的1月2日。另外，台南市卫生局是查到格瑞特洋菜企业公司有1批番茄粉无合格。行政长陈建仁表示，苏丹红事件是系统性的事件，会伫这个月底清查了。目前卫福部会顺线向下卡对查，启动厂商自主检验，也检讨边境抽查的机制。 碰到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化学原料，那不应该使用在食品的。一旦被验出的话，那我们马上就进入100%的抽批的这一个机制。在边境的部分，只要被我们查到有不合格的这一家制造厂，就被我们禁止。然后同一个地区的。 比方说，它是来自于哪个国家的，全部的这个国家的要输入到台湾的，全部都是100%抽批。针对有立委北康为中国进口含糊苏丹红番茄粉的真尖加加工2间公司，经营者有9间公司登记伫同款地址甲负责人，食药署回应，目前已经交由检调解释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